他其实是一个特别像程小时的一个人，就是你看一个胡子拉碴的人，但是装了一颗童心，这事儿就是我也挺羡慕他，也挺那个，就他很可爱。他对事情的第一反应就是会，第一感觉直给，然后让人感觉很热情、很真诚、很真挚。所以当我有时候角色找不准的时候，我就看看他，我问问他，如果这事儿你该怎么办啊？一下子就是如虎添翼，一语中的，他自己可能也不知道。我觉得很庆幸的就是，并没有那种很强烈的导演和演员或者领导和下属的感觉，是比较平等的一些年轻人、一些创作者在一块儿平等交流、平等沟通的一种感觉。然后大多数时候觉得他挺可爱的，就是很真诚。他很多时候的想法，是对的，就是当时那一瞬间，可能我觉得这个地方应该这样说，但是反过神来之后，我想了想，哎，确实好像那样会更好一点。对就是对，错就是错，然后雷厉风行。